首届台南国际音乐节由国际知名钢琴家沈于玲担任艺术总监，以生命之歌为题，规划乐界聚焦、城市之声以及特别企划等3类音乐展演活动，期待在这个后疫情时代，借由音乐，予人民更侪支持甲希望。因应国内外疫情，这届聚焦伫咧国际发光的台湾音乐家，邀请侪位曾经赢获国际大奖的台湾音乐家以及团体参与音乐节演出。这些年来，很多台湾优秀的音乐家在国际上发光发热，然后或者是甚至很多音乐家其实都是旅居在国外，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，也是值得被大家看见的。所以，我们就重新定了国际这件事情，我们梳理了这些台湾主要在地及国际这件事情。黄伟特表示，这次的国际音乐节是首次举办，希望在后疫情时代，会当丰富市民朋友的艺文生活。欢迎大家楼顶招楼卡，做伙来参加。这是第一次我们举办的台南国际音乐节，是国际性质的哈。那也希望说，在疫后的这个整个活动中，好，我们台南国际音乐节可以打响第一炮，也可以为市民朋友们的艺文生活更丰富。那也可以，在美术、在民俗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展现艺文，也是这个音乐也是我们台南的强项。那更希望说大家市民朋友们，老定就老卡，阿母就阿爸，大家一起来。台南国际音乐节将伫咧9月25到11月7号登场，总计有17场音乐会、2场讲座、2场工作坊。演出地点遍布台南、新营、台港等3大文化中心、基美博物馆以及市立图书馆、台南市美术馆、顽皮世界、山上水道博物馆、太平镇玛雅各纪念教会以及和乐广场等非正规的演出空间，相信一定会让观众有着特别难忘的艺术欣赏体验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，邀请大家一同享受。